宜兰城隍屿选区的南关线串联东区、林德、关庙甲龙家120线道理袂少公共资源，不过甲第39线有真侪路口因为道路设计不良，其实是号志问题出现事故。参像伊家己的车经过，看到车顶有车挡条无法度过，车个倒头路相当危险。伊质疑出代志三要负责。当然，行人的交通的用路的习惯很重要以外，但是我们要路口号志的改善也要先做嘛。所以刚好你看5月6号改善，5月5号之前就发生交通事故。所以我说交通局生命啊，大部分都发生在你这里啦，没有做好这很刺激啦。是，我想一做的这些相关的讨论，我们都非常重视的，但我们都不希望发生这些憾事。不过，交通改善的工作它需要时间，需要工程的这个进行。我想逐步的跟您提到的，就是说这些可以改善的路口，那我们逐步的来利用工程的手段来做改善。是，我想今天在大会提出来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有些事情轻重缓急的部分要先想清楚。那如同我刚才说的那些，都是马上立即性的危险性，如果不处理，到底发生事情是谁要负责，谁要处理？同款道路安全，议员进一步关心关庙连接高雄的西区桥改建进度，因为根据了解，高雄已经拖款成15米，结果咱台南段却只有4米，落差相大，容易发生事故。对此，干部局表示，111年已经向第6河川分署申请补助，卡地界桥梁无治理计划，今年将以利林客治理再次向中央申请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跟采访报道。